哦，我就是听闻有琴声，就跑过来看看，无心打扰你们二人世界。白莲妹妹，你别胡说，我们这不是什么二人世界。相爷这是在教我御琴，为了应付太子的宴会。对，太子邀请福音公主在宴会上演奏一曲《平沙落雁》。太子的宴会。对了，说到琴技，白莲才是真正的高手，不如你来为公主示范一曲《平沙落雁》。好啊。凤凝婉，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明明陈玉和白莲才是一对，白莲肚中的孩子还是你唯一活命的希望，可如今你却如此不理智，陷入与陈玉的感情中，你难道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？既然白莲妹妹比相爷更懂御琴，不如让白莲妹妹教我吧。你可否愿意？当然好啊。方才麻烦相爷了，相爷您请回吧。那就有劳白莲了。来，公主，你把手放这儿。凤芝，儿啊，怎么了？我的手，残废了。我去拿药。老大，快！你这都磨破了，还怎么继续弹琴啊？手指又没断，怎么不能弹？轻点，轻点。疼啊！公主，练了一天的琴，手都破了吧？这个时候就需要药敷来缓解。来，不麻烦相爷了，天色已晚，你。我知晓你练琴定会竭尽全力，但太子设宴也定然另有所图。我也是忧心忡忡，有些话还是想提前告知你。若是太子这关躲不过，太后亦会责难于你。既然必将腹背受敌，不如亡命天涯，远离纷争。你是叫我跑？我是叫你跟我一起离开京师。一起？你是当朝宰相，身负江山社稷的重任，而我只是一个连真容都失去了的暗卫，不该为我放弃一切。我愿意为你放弃江山社稷、朝堂仕途，愿意割舍富贵荣华、金马玉堂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陈玉啊，陈玉，你
心中不是另有其人吗？又为何来招惹我？傅宁婉，你不能再沦陷了。香烟，你怕是误会我了吧？你我立场不同，我们之间绝无可能。陈某知道了，你早些休息。陈某先行告退。诸位卿家，福音公主的一曲《平沙落雁》可谓名扬天下。今日盛宴，我特意请到福音公主。公主大为赏光，愿为此宴会弹奏一曲。众卿家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好。福音公主，请。且慢！今日盛宴，宾客满堂，本王忽然觉得《平沙落雁》这个曲目太过严肃了，不如公主改弹《元鹤双倾》，如何？福音公主，太子殿下，今日宴会。不知圣上何时亲临？父皇事务繁多，今日宴会也不过是本王的小小私宴，父皇并未计划出席。若是如此，恐怕公主便无法弹奏了，还望太子见谅。父皇虽不在场，可本王在。难道福音公主并不把本王放在眼中？太子误会了。太子宴会特邀演奏《平沙落雁》，公主并不想扫兴，只是圣上曾盛赞过公主的元鹤双倾，还说此等佳音只可在圣上面前弹奏，所以还请太子务必让圣上亲临，否则恐有不妥。既然如此，看来本王今日是没有这个耳福了。福音公主，请回吧。谢太子。奴才拜见太子殿下。何事？太后有旨，召见陈右相。放心，我去就回。相爷，这边请。太后不在寝宫？不在，您请。相爷，你好帅啊！你怎么这么凶啊？相爷，我就喜欢你这么凶的。这么晚了，太后召陈玉去做什么？不行，我得去看。
侯爷，你可真不够意思，居然拿父皇压我，我是怎么着你了？嗯？太子喝多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站住！我问你，白莲为何不来？他就躲在你们相府里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太子，你松手！这福音公主连太子都敢打呀！我举办这个宴会都是为了他，他却不来。他怀的可是本王的孩子。白莲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？不是我的，那还是你的。你居然连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都不敢认，这脚是替白莲教训你的。香爷，香爷，你去哪儿啊，香爷？相爷，你来了，相爷，别走啊！去哪儿呀？相爷，你就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啊，别走嘛，别走！相爷，你快过来。相爷，陈月，相爷，相爷，看我来嘛，相爷。娘子，相爷，跟我们走。我带你回家。相爷，回家，相爷，别走啊！相爷，相爷。滚！相爷，你怎么样？我决定了。快快来把我绑了！快啊！绑好了吗？绑好了，够紧吗？够。娘子，你早些休息。明日陈某再来负荆请罪。也不知在床上守着，非要与我一同坐在地上。
否替陈某松个绑？